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所转播的棒球比赛。看棒球，学台语，听台语，打棒球。我是国洲，非常欢喜伫礼拜下晡，甲大家同齐用咱的母语来欣赏台湾的国球。咱这礼拜要继续来转播2023第5届3号南华杯高中社团棒球邀请赛。那今仔日的比赛是由着桃园市对着宜兰县。咱这礼拜同款吼。非常欢喜，嘛真正荣幸，再度邀请到咱这个李杰群李教练来到咱现场。哇，李杰群李教练吼，伊本名叫做李phong華，伊过去是咱台湾职业棒球真重要的牛条后援投手之一。吼，咱特别邀请伊来遮，希望透过伊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互咱看球更较趣味。咱即马就请咱这个。李教练来甲咱介绍这场比赛，甲着这两支球队。李教练，老师你好，听众朋友观众大家好。今日这场比赛啊，有桃园甲宜兰啊，桃园啊目前啊是咱地区内底啊算同强的球队啊，基站啊、高中啊，大家拢会当摕到好的成绩啊。但是啊，目前啊宜兰啊算人口较无遐济啊，但是啊棒球啊慢慢在进步啊，需要更较济人力来支援啊。那咱啊比赛看落起来，咱拢知吼，伊伫即个比赛吼，即款性质的比赛就是属于社团、社区性质的。因为我甲李教练吼，即几冬来，阮拢有参与着台湾吼，特别是北台湾即个基站，不管是社区还是社团的比赛。所以，阮对这球队吼，对这球员的性质，阮会比一般人更较了解。咱也知影讲，这球员吼，因平常时吼，拢正常上下课，因练球的时间真短，干那法度运用假日吼。以这届比赛为例吼，因就是趁着这个暑假，好不容易我都参加到这款的杯仔赛。咱嘛希望伊透过这款的比赛吼，累积因的经验吼。来，互因的球技更加进步。咱即马比赛就马上要来进行啊！咱比赛场地是伫嘉义南华大学第一棒球场。咱小休一下，马上进入现场。欢迎来到公司台语台收看这场由着桃园市对着宜兰县的高中社团棒球邀请赛，咱比赛场地是伫嘉义大拿南华大学第一棒球场。这场比赛同款是预赛部分吼，因为这是分做两组，一组有5队拍顺拳来比较因的成绩，成绩较好的2队来进入最后4强的决赛。今仔先讲的球队是桃园市，先守的是。咱即马镜头看到的这个宜兰县，这个3号南华杯第5届吼，加过去较无共的，就是讲，这届是为县市为单位，前4届是由学校为单位。咱来看到这个裁判同款吼，2位裁判主审姜雅虎、雷审林孝伟，这2个拢是属于这个台专棒球联盟的裁判，这个桃园市的。先发马达顺司，1番张君实，2番沈浩成，3番邱碧安，4番黄明和，5番周吉廷，6番颜祖温，7番廖新豪，8番曾祖业，9番李友伦。宜兰县的守备阵容投手陈佑新，保手李尚真，1垒柯尚勇，2垒邱明祥，3垒吴永佑，游击谢天伟，3个外野手是邱奕维、詹成熙，较着正外野高佑翔。宜兰县的先发投手陈佑新。今仔这场比赛吼，咱真荣幸再度邀请到咱这个李杰群，就是李phong華李教练来到咱现场，陪伴咱伫礼拜下晡来欣赏这场高中男女的比赛。咱看到这个，因为这个李教练本身是投手出身，伊会伫这个比赛当中特别针对这个投手伊的投球、配球
顶顶来甲咱做一寡较专业的分析。即嘛，这个先打投手陈佑新，是来自罗东高商，这个宜兰县吼，伊全部吼。差不多，敢若一个罗东高中啦吼，敢若一个罗东高中，剩的拢是罗东高生来组成的。唐市的第一分张君实，陶恒就较侪学校啦，陶恒又来自大恒高中、陶恒高中、福淡高中、武陵高中、中大立中。地平高中因这几间学校来组成的。咱目前啦看这个投手呢，但是呢，这投手无讲介大项。咱来牵球吼，就是标准就是讲吼，伊牵要求是准度为主啦。球加吼，推手拍了无好势造成出局为主啦。是，咱咧讲，尤其咱。看到这社团社区，咱会要求球先牵入去哈，牵到准啊，加安尼牵到准哈，牵到对方拍啦，对手拍啦哈。一球下去小道团一队，哇，结果煞一个慢道落去。这种的一般拢会记这个传球的人的失误啦。对，咱来看啦，咱来做甲检讨，就是讲或者有这个右击速度咧升球的时阵吼，咱尽量会当正面就正面啦。咱为什么讲正面吼？你正面升球的时阵，你手提入去，正手要提球较方便。较方便啦。但是你若用卡的时阵呢，你的手吼提入去较无方便。是。咱要做一下比较一下。咱袂使讲，咱古早是讲接球袂使用合水架啦。对。咱若讲腰部以下，咱手套都爱变啊好势。哇，这一个牵势吼，虽然咱咧讲这届比赛是为这个各学校的名次对经一寡袂歹的选手入来吼，但是我咧相信，因为咱头仔讲啦，其实宜兰县这支球队吼。除了一个是宜兰，一个罗东高中，出的拢是罗东高商啦。会使讲嘛是共一间学校啦。对。共一间学校，咱来讲的难免较无法照啦。你拢相对讲这个塘市，包括台北市人佮侪啊，用做两队咧。伊个 A 队 B 队咧。对。台中市嘛共款，你用来比较者，你若讲过去这礼拜这关上这个比赛，你用来了解来，你甲看，这就是咱电来看的电来看到讲社团组的有当开始发生这个问题啦就是牵袂准嘛。是，有当保手嘛，佮较无法搞动球啦。你的保手的投手都咧袂准啦你保手有当嘛爱想办法爱动好啦。而且你个拄到桃园这球队因为桃园算咱头拄仔咧讲真正是。实力较好，实力较好势，但是你袂当足离谱的失误，足离谱的迄个牵球失误你若牵球失误的时阵呢，造成你家己负担啦我先来讲这桃园市科班的强社团嘛强，伊讲，咱讲在棒球发展是一个金字塔，对，金字塔就是基层的球队爱做，你桃园市在过去这120冬来伊基层的球队有够多数量，伊听讲捌数量上多是捌，敢若少棒有50队呢。但是慢慢今今年嘛搁咧一直增加是因为伊希望甲因愈来愈侪迄个参与你参与的人愈来愈多你参与的人愈来这金字塔多有的升起哩有的升起哩，你升起哩伊就渐慢慢发展有的就是讲你确实拍来，伊就讲我拍袂起，无我来拍社团就好啊。对。是讲老爸老母感觉讲伊这个囡仔会读册，伊要注重课业，这嘛安尼就不两边都发展啦是，但即嘛3分区撇眼，区撇眼，咱来看卖，这球应该落去啦安打啦。这个应该咱咧讲的就是讲一支算得手哇，但是这个从二垒的顺去死伫二垒头前，
这个一般的来讲诶，咱台语讲煞数啦吼。煞数啦，就是讲一个得救安打啦吼。咱安尼讲就讲吼，你拍了安打了，你要去考虑到你的能力有法度走二垒无啊？吼，因为你后壁是4番的一垒，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因为你走啊二垒的时阵，你的成功率啦，无超过100%，你走这真正无力啦。是啦，因为你的吞头现在。有较慢一点嘛，但是安尼慢是伤勉强去啊。卡顶有较慢啦。对，卡顶慢，就是伤勉强去，变讲你走去就造成迄个出局数啊，白白浪费一个出局数啊。一个出局数啦吼，但是这支德州安打吼，帮助桃园市摕到第1分。咱咧讲的煞数吼，就是讲德州安打啦吼。啊，现在台语也叫做煞数吼。伊这是为日语来，日语就是讲日语为英语来，这个 Texas 日语叫做 Texas 煞数。啊，咱台湾人想讲哇，这个念伤长啊，无咱就讲煞数就好啊啦。对。啊，就是讲，即摆讲德州安打是讲3不管地带吼，得3不管，从咱头到这个内，这个位内吼，就是3个人拢无法度去掌握到，就变一个3不管的安打啦吼，就是头到就是讲 left 吼，倒外野三垒手、游击手诶，迄个空，看来。小到接的敢要付？哇，伤慢啊啦吼！伤慢。伊这个当啊顿就应该袂付啊啦吼。对，因为你先较正手边的球吼，你先着想爱第一时间先着你爱想要牵球，你袂当搁垫步啊。是嘿。你一定要想好，我先着要随牵1、2、3，好人话我画3秒伊还要牵球的，对吧？吼，咱安尼看就表示讲伊的动作有较慢一点嘛，有较顿点一点嘛，吼。咱有当讲你啊，骹步要切吼，爱会付啦。你若讲啊，比如讲你早啊球足强的，早你就信着球，迄有影你有时间通切2步。哇，这个搁一个死球吼，夹到人。夹到应该是伊的手啦吼。手啊，即马手拢有挂迄个护挡啊，所以应该是袂使会疼。袂使会疼啦吼。你若疼就早就稳落去啊，是啊，因为即马大家吼拢有骹挂手啊，拢咧保护。是爱你，伊这拍定的啦，属于拍定的，所以因这囡仔的这个护具吼，啊有当咱咧讲啦，有当讲吼，咱球技无比人较好，咱装备爱比人较好啦。装备做的啦，保护家己啦，吼，这是讲保护家己。来，咱这个李教练，你看伊捌打比赛是啥物意思？其实我足反对反对这款的啦。你安尼变，你第一浪费一条好球啊！即比如安尼讲好，即马是一条好球啊。因为伊这无，伊这但是你安尼无要拍是容易，安尼无啥容易啊。啊，你即马搁比出来，啊搁无拍，安尼即个头拄啊迄个歹球，即个搁比头前迄个搁好拍，啊但是你若袂拍。是啊，尤其即马。离你有走正咧，需要你的攻击咧。对，你的攻击啊。第6发颜子稳的打击，来，这球拍出去，离你动落来，传1垒3出局，桃园市得到1分。咱小休者马上回来。1局下半轮到宜兰县的进攻，咱即马徛伫投球区顶头的是即个桃园市的先仔投手林仲伟，宜兰县的马达顺势1番詹成熙，2番吴永佑，3番曲一鸣，4番高佑翔，5番李尚真，6番柯尚勇，7番谢廷伟，8番潘瑞铁，9番曲一伟。桃园市的守备阵容：投手林仲伟，保手廖新豪，1垒区碧岩，2垒沈浩成，3垒颜子稳，游击张君实，3外野手是周杰廷，中外野李佑伦，正外野曾祖毅。咱这个林仲伟，桃园市的先发投手，来自桃园高中高1的学生尔，倒投倒拍，李教练。你看这个形，
我足介意的，你这个阿爷吼，倒手的。178公分，55公斤，较瘦一点嘛啦吼，但是因为印尼啊，但是阿咧发育的啦，但是你爱想讲印尼啊，伊即马会当底伫比赛，佫会当牵，我感觉伊能力可能真正要了不起哦。是吼，咱看下这吼，咱来看卖咧，林仲威，119，吼，这你高中社团组的吼，你有120的球速，应该足紧有速度的，控球佫会准吼，就拢真有威胁性啊啦吼。对啊，陈成宇，慢慢啊球速啊增加啦吼。因为这我甲李教练解释者，因为这社团组的其实有足侪吼，有的国小我那捌拍过，拢有底啦，有的拢有底吼。这看起来嘛拢有底啊。是吼，咱看到，其实咱看伊的骹步手路啦，有当咱讲有底无底，看伊开始步就知影讲这有底无底啦，还是讲捌搭咧，干那咧害腿啊咧行吼，你就知影讲这有底无底啊啦。通常时啊，若要去社团，若是社区比赛时阵呢，你来去看，我拢先观察对方讲对方的能力好无？来一球，速度接到，反一队哇，奥度虽然有较低吼。哇，即马这个第一局敢有必要挑战？应该是无必要啦。是嘛，应该无必要啦。这对比赛一点仔影响都无啊！就算你有法度说服上垒，敢有必要？哦。咱搁安尼看咧吼，咱咧走一垒的时阵，千万唔通吼，特别走一垒的时阵，搁停落来啊。你咧走过爱认真才冲过。认真甲冲过啦吼。有诶，这社团咱是社区组诶囡仔吼，伊搞遐想讲要切步啦，其实无必要切步啦。顺其自然就好啦，顺其啊，照你诶顺势去就好。无一定讲爱倒骹正骹嘛袂紧啦。即马已经无咧分正倒骹。对啦，有当咱讲，咱当然是去。打伫即个垒包吼，咱若讲冲一队是正下边迄个角，迄是同好啦。但是有当你切了无好，打伫中嘛不要紧，打伫尾十嘛不要紧。主要咱是讲要打伫头前较袂着伤啦。对，因为你徛到顶头的时阵吼，会骨倒啦。有当会骨倒啦，咱惊有当惊着你都打落冰骹刀。冰骹刀啦，吼，你着着伤啊，因为你社团比赛因为佢足少的。是。你个冰骹刀了，佢可能一礼拜你就免比赛啊。是。因为第一期间的比赛，你若个着伤，你根本就无什么机会啊。其实这你也透过吼。会训练，你也直接训练直走吼，就会用较片面啦。对。如果咱我甲李教练，咱有当咧带一寡社团的比赛，有当咱一开始吼，迄个训练球一开始，咱都会叫因走垒嘛。对。走垒练习嘛，走垒练习有一个好处嘛，第一讲增加因的经验，第二嘛当做烧啦，练体能啦，烧啦，互因烧，尤其寒啦吼，你若寒人啊去啊，大家走几转吼，冲一垒啦，吼，走靠一垒走二垒啦，吼，这种的走法，来两好球。来这球，好，该来哦！哇，我讲这个吼，这打架这个观念就真正确。这有的囡仔吼，一拍尔当做花鲁宝啊，不爱走呢。嘿，所以咱若要看保守哦，这只球哦，因为这只球搁咧跳，你袂当用一手去甲去成球啊。咱咧两手去哦，你来看，你干用手呢？你看倒手完全拢无去哩啊！你无去，你神的势吼，你的屈势爱神着了，你的骹步已经准备好要牵一垒啊！因为球咧对，搁咧走，搁咧洗的时阵哦，你爱去提球，你就提了袂对，所以我讲袂当莫用手提球，就是安尼啊！你爱去两手嘛，迄个球除非是停起来，你甲一手，那两手的时阵呢，两手神着了牵是拄啊好，更加准吼，更加好，就避免减少失误啦吼。会使片面，咱就尽量片面啦吼。对。来，第三分。区域明会打击，区域明来看有机会结束无？来，哇，6-4-3，差一点嘛。裁判哪判？判无相杀啦哈。伊应该是判西部啊！你看迄个手臂员拢无走入去台前，表示着可能无相杀啦。因为两人咧看的时阵吼，伊第一个时间是看二垒了，可我头一看，可能就无简单啊。是啦，哎。其
其实啉嘛，啉嘛，真正啉。所以两人咱讲两人的裁判吼，甲三人佫无啥共款。是。因为两甲4粒目睭你要安怎看？伊即摆看2塁了，佫看1垒，伊过来时阵真正反应无遮紧啊。是，嘿，这我头拄安尼看，我感觉是会负啦。但是咱是看 monitor 啊。对啦，嘿啦，一定现场啦。现场咱无法度去肉眼的肉眼咧看的时阵，咱无法度瞬间去做判断啦吼。来，4番车高佑翔2出局，1垒有走者。投手即摆牵到123吼。123。这组的比赛吼，我捌看过超过183的比赛。真的哦，183的球速，足期望的讲，袂当看到，这个这个社区会当牵到130几个吼。这一般啦吼，咱我家己嘛有带这个高中的球队吼。快速球吉的102吼左右。对啊。迄个卡姆吼变化球100哦，有够好用的啊啦。对啦。你后在条这有够好用的，你会准哦，有够好用的。高佑翔。社区社团的投手呢是占70%啊。咱安尼讲好啊，桃园是安那会用，就是表示讲吼，伊投手的有法度控制能力啦，控制规场的比赛啊。对啦，这有当人讲咩呢？你嫌上垒都无法度上垒，你新鲜来嘛篮球。对啊。你教练要哪有战术？教练根本无战术啊！拄着较好的投手着，你着要想办法讲要安怎破坏，还是要安怎想办法要安怎进的。咱古早主要是讲想办法，这个投手进落啊。对啊，但是你进落啊，你嘛爱，你有才调啊，你嘛有才调啊。爱才调啊，比如讲哦，加看几粒啊。对，我意思是讲，你会当加看，你会讲加慢度。加慢度啊，投手加走一下啊，我消耗一下能力啊，消耗一下能力哦，好紧倒来，结果一粒飞棒落空，3胜3人出局，宜兰县1局下半无得分数。2局上半，欢迎继续先收看这场比赛。国胜国州，甲我配合的是李杰群、李芳华、李教练。哇，咱这个非常难得哈！这公司第2台特别来转播这个高中社团组的比赛，尤其较难得的是讲，这是由县市的名星组成的连队，加过去哈。甲过去的比赛，还是讲咱500期的这种社团的比赛，较无共。吼，我相信讲这个透过这个明星连队吼，精彩度会更较悬啦吼。因为大部分拢是有球底，吼，因可能伫国小、国中就拢90啦吼。尤其你若讲拍到高三，你若国小3年、3、4年啊开始接触的，你拍到高三了，将近10档啊啦。升过10档的球，就算讲因为你时间有限，拢利用假日的时间吼，我相信嘛有一定的基础。第7发，打击，一球，哇，砸落来，敢会好？哇，这就是丢2、3丢，应该是无啥好，但是3垒啊，这条线边的球啊，砸落来啊，算足厉害啊，算足水啊，哈，真厉害啊，砸了真水啊啦哈。咱这个宜兰县的杀度是吴英优，哇，这球，哇，这就是咱讲啦吼，就是我那经验，你啊讲一般科班的砸落来，这脚踏有够，伊就免起身啦，免起身啊，伊就免起身，伊直接用出，规就出落来啊，出来嘿，就算伊出完慢度嘛是爱护哦，对。
但是咱安尼看到牵出去已经钓到3条去啊。对啊，钓到3条就等于无啥机会。无啥机会。来第八番庄主家，咱即马看桃园市，哇，一开始佫有机会啊。来，咱看卖咧。啊，一般有当咱讲即种的教练啊，sign吼暗号拍落，就是表示好球，你爱想办法甲它点掉。对。歹球你守袂要紧啊吼。但是就是你上有人的时阵吼，你头拄仔是7番的安打，8番9番的。伊会做功课，就是讲，我要想办法甲伊进垒啊。甲推进啦哈，甲推进。教练咧做的时阵吼，就可能差不多慢度啦。我讲我坦白，真正是安尼啦。因为你用到8番9番，就表示你的推啊手毋讲介大机，但是你就是护送的角色啊。有当较袂着球啦，甚至于讲我嘛无较袂迄倒一乱啊啦，有当讲啊稳达达啦吼，我得安尼，对，成绩了就真好。咱来看吼，这点了袂歹哦，真水，点了袂歹哦，真水，这真成功吼。这个互送伊的队友进占到得分位置。那这条球啊，点了真水啊，刷边啊！来，你看迄投手啊，紧甲喊讲，叫我来，甲新的球紧传你队啦哈！因为两个人啊，爱有声音的配合，你若声音无配合，就是说有可能烧落，有可能就伤娘啦。啊，伤娘的话就啥啦，唔知影要上面去成球啦吼！啊，声音是同重要的关键啦。然后发声，对，发声，成球嘛要发声。是，啊，咱一般台湾吼，这较特色的，咱就是讲买宝，买宝，吼，啊有当来看卖咧，哦，这第9番，伊这应该是较标准的收拍啦，吼。但是收拍好球，伊还拍哪无拍？是啊，对啊，系啊。啊，因为你个外新呢，你个拍倒手柄，拍你的一队遐较方便啊，那无拍。是啊，吼，这。所以有一点啊无了解，讲大家拢比出来，但是你比出来时阵。哇，这个有拍，头前迄个，因为头前我为什么来讲头前迄个应该比这个较好拍哈，因为这个有需要照较走去性格，走去这个外角球啊，因为投手咧牵的时阵，伊的身躯小可往为倒手边牵去啊，啊，你个球啊已经走手道就较无好拍。来，好了无？哦，这个主审哈，主审真紧的甲双手举起来啊，啊，这就是。好了无？算讲比赛暂停哈，比赛停止球啦哈。这有当较无经验的咧囡仔来讲，这个拍一个好了无以后吼，这种死球，伫这个主审也袂比 play ball 进前吼，你做任何动作拢是无效的啦。对。好来，即嘛好一比哈，咱看这个主审的正手一比啊，比赛的停身开始。一球攻击。咱看卖咧，哇！这个正出这个中线的防区，一球拍了嘛真水吼。对，咱常常咧讲吼，二垒有打包走者的时阵啊，你若拍迄个5路的时阵，你走者的倒手柄，其实咧走的时阵拢100%爱走啊。是。你讲拍倒手柄啊，一定爱走的嘛。而且这个球搁弹到这慢的时阵，你二垒的。其实上哦，拢有机会抢到本垒，嘿，足简单的。当然，这个杀到扣子就爱加对，但是你要去判断啦，要去判断讲要扣还是动，吼，要动的。甚至于讲有当咱甲囡仔讲，有当我会叫你出，有当较袂赴，我就讲啊，你来，哦，比如讲，你来出哦，你来出垒哦，来，即马打击轮回第一番。张君实的打击，张君实心情10好，这桃园市的队长，守伫这个右肩，哦，可是安打吼，这真标准的安打，哇，这个其实伊迄粒球啊，第一个时间捡起来传三垒，对哦，因为咱安尼讲的时阵啊，你看迄个指导员啊，一直咧甲累积的，咱一直甲迄个啊，你走应该是无理，因为你看到是咧正手平面啊，咱看这个教练咧甲那个，对啊，你正手平走的时阵，真正无理，咱来搁甲看一届吼，你得寻到。啊！你这靠这是什么意思？较走一步呢，但是若无一来的时阵呢，这条可能牵去杀到，有可能造成出局是啊，这实在是无应该。
咱个比如安尼讲好啊，你若是走这的时阵吼，迄个累子的时阵，你爱去看啦，你爱去看讲伊有甲你叫你走哦。是。那累子要从伊有球咧你后壁嘛，球咧你后壁的时阵，你看无球啊。系啊，来按看吼，好，这个算一个假动作啦吼。那投垒啦吼，因为有可能知影讲，伊的三垒这个走者有可能你球牵出去，你不要走。这个较成功哦。对，要骗看卖，我骗袂到。骗会到袂？这一般咱来指导这个高中社团组的吼，我感觉这种的一三垒的爱接连啦，啊，佫是安打吼，咱看几分？2分啦，应该是2分啦，拍的方向应该是2分的，动起来，看甲动起来咧，动地，动起来较无理呢，因为本迄个总现代时阵原本拢是无要想要牵本垒。对啊，而且这个是迄度呢，这个是三垒，这个是第一番呢，这个张君实哪会甲动伫三垒吼？这照你讲是爱走，爱走啊！因为你会当排个球队的头前几番表现有卡定嘛，啊那3、4、5、6番就表示有退啊嘛，啊7、8、9就是表示助攻的迄个角色。手臂型的啦，有甲手臂做的，即马拉成宜兰国要换投手啊！宜兰县1号投手，换1号宜兰县的投手，咱来看伊什么大名？宜兰县1号吴英优是为杀到刷来。好，啊，咱看卖这个7号这个潘瑞德，伊安尼本来是指定打击，DH 促销哈，伊这本来是指定打击哈，伊都要来这个守杀到哈，啊，原先杀到这个吴英优来担任着投手。真紧的嘿，真紧的做变化吼，甲 DH 促销。咱头仔看吼，啊，这个杀到吼，这个张君实走倒来本垒有一个好处，无定个探团，打者个走到二垒，啊个轮到头拄即马拍这个第三番，伊头仔个安打，这嘛有可能啊，对不吼？区别感个安打吼。其实有当咱咧指导这个社团组的棒球，我有另外一种乐趣啦，就是讲状况多，等到比你指导科班的较有意思，你无感觉？但是较烧脑啦，烧脑啦，你较袂老啦。哦，烧脑有当时啊，定定讲啊，甲伊讲了，咱拢袂记啊。气死老命去啊。对啦，但是吼，咱来，哇，这下哦，我知，伊要来。来，要抢1分啊！无啦，伊这就是一垒要走二垒吼，这咱这种的咱你可能咱得来看到，这就是有经验的球队咧来算啦吼。但是你感觉敢有必要？无必要啦，无必要一三垒嘛，因为你即马是3-0啊。你如果咱3-0，你即马轮到这个推下手，伊顶一届嘛是拍安打啊。是啊。啊，伊凊彩拍你，互你拍一个外野，伊嘛有可能是安打。但是你走这个，我感觉浪费一个出局数啦，浪费一个出局数啦吼。对啊，垒上都无人。垒上都无人。有够可惜一点啊吼，你会当大量的得分，你干嘛甲得1分尔？甚至于嘛，要走嘛，无一定爱，你无定等就定位较来走。对啊。哇，你看这球哇，结果说是伫一垒头前杀出局，但是桃园市这局摕到一个大局3分，目前4-0，暂时领先宜兰县。二局下半轮到宜兰县的进攻，打击的是第5番李尚真。
我头拄有咧甲李教练讲吼，讲我也去带着即种社团的球队吼，尤其高中啦，我拢会特别要求因吼，爱接连即个1、3垒，不管是进攻啊、防守吼。我是定咧讲，譬如讲啊，我也是守备的一方，我拢会要求讲，你绝对袂使互走假，吼。你袂使讲我保守，大概人上1垒就上2垒。我讲你得爱去研究一寡战术，咱要安怎配合，啊无要安怎，要安怎破人的，对。吼，啊，咱若攻击的一方，咱要安怎成功吼，来甲咱的走者送去到2垒，或者是讲咱有法度趁到机会。3垒的免安打就法度离婚，嘿，免安打就法度离婚。吼，啊，我讲这着爱一间个练习，啊，慢慢啊。建立因的观点，因为我之前捌带过即个介绍国中吼，迄阵佫特别邀请到即个李教练吼，有来甲阮指导。我毋知李教练有印象无？迄阵我嘛特别来指导即个1、3垒。1、3垒啊，对啊，因为1、3垒咱安尼讲好啊，这守备呐有法度掠出局啊，嘛是最重要的。是。你若无掠出局吼，佫造成啊大局的造成啦。是。啊，你若有法度甲对方掠起来，就减少你的失分啦吼。佫加一出局。啊对啊，所以这守备吼比你牵球较重要。对，哈，有当来讲观念的建立，因为有当往往是安那，往往尤其咱古早佫拍软的吼，伊即摆1、3垒甲你投去2、3垒，啊，佫来有当甲你强烈处分呐。对啊。好，甲你 squeeze play 啊，对。来，咱看到即个选到一个保送吼，李尚吉选到一个保送，这咱进前的比赛，李教练就定来讲吼。尤其咱即个桃园即个林中伟吼，你有足好的球路，其实你爱尽量吼，投入去好球区，莫惊打者拍，哦。而且你顶一局佫入3分，即摆目前是4-0啊。啊，你4-0的时阵哦，你互拍2安打，讲啊反对，你嘛是咧1垒，无咧2垒嘛，长打咧2垒嘛，对伊来讲无啥物损失，但是你互保送送起哩。我是感觉较不对啦，吼。嘿啦，较无彩啦，吼。这即摆轮到第6分，柯尚英。哇，这个夹着人啊，吼。夹着人啊。哇，即摆宜兰县虽然是前2局就去互桃园市摕着4分，但是即摆有一个袂歹的机会哦。哦，教练的反应是足紧的，吼。随甲因讲啊，吼，选手做是啊提醒的，讲啊，这一定爱稳下来啊，吼。是。诶，即摆我咧相信有当甲讲，就是莫惊人拍啊，出局数一个扣。对。啊，咱即摆回着领先4分嘛。对啊。诶啦，假如拍，就算雷上啊，你2分得，我嘛赢2分的啊，我提出局数吼。出局数啦，来换啦，吼。是。我2个出局数，甲你换2分嘛爱好咧。哦。无法简单啦，无法容易的，你拍安打，尤其到即马佫买翻车呢。即马是第7番的呢。谢廷伟。我一定会倒去听入去教练的话，搞不好结果拢无共款。是。谢廷伟打击第7番。这个罗东高雄1年啊生。来，其实我感觉做囡仔吼，只要你对棒球有热情，哦，你好好啊，利用你课余的时间哦，比如讲下课、假日、寒暑假好啊来练啦吼。我感觉这个棒球是世人的运动啦。对，交朋友嘛，无紧啊。对，嘿，以球会友。对。来，哦，甚至于讲你到大学，你无一定拍棒球，你嘛拍垒球。对。进入社会，有当你公司吼，就是一种活动咧。活动吼，你嘿拢有需要来大家来参与。来参与啦哈。来谢廷伟，另外咱来讲啦吼，尤其你啊咧交女朋友，你嘛会使招你女朋友去球场来看球。哇！啊，这个时阵就是你发挥你专长的时阵啊，一定得好啊，甲恁女朋友解说，吼！啊，你也讲你对球赛有了解，哇！你就用了事如神。结果这球3失，一出局，谢廷伟哇！谢廷伟这个进攻是完全无效吼，拢无帮助到队友。
咱咧感觉讲，即个第一个就是讲，即粒球吼，即粒球伫足外角吼，伊就去拍排球。啊，咱就若讲有一寡社团社区的学生吼，因打球的毛病就是吼，好球唔怕拍排球。对，足济，真正足济。所以咱安尼讲好啊啦，咱常常咧甲伊若讲吼，咱拍好球就无一定拍安打，你拢拍歹球。所以咱就是讲，你爱拍时阵，你爱拍好球；你练时阵，你爱拍好球。是。啊，你爱家己的你的好球的甩起拢啊，你爱准备好好啊。你爱设定啊好，设定好。好，咱平常时 VP 的时阵吼，咱迄个打击练习的时阵，咱就甲囡仔讲，你设定啊好。好啊，当然咱有当嘛去叫囡仔讲，有一寡你设定啊好，但是即个区域、即个边边角角啦吼，咱讲即个线边好球去线边的物件，你嘛爱想办法拍会着，因为迄个两粒好球以后会拍法。哦啊，有当咱咧讲，有当咧饲球的，咧饲球的投手嘛足辛苦。我讲你莫发劲啦，迄有当差不多你嘛是爱出手啦。你劲啊，你要劲啊，同介意吼，迄投手拢投的无力去啊。对。但是因为无法准啦，所以咱嘛无法度避免啦。哦，连续2颗，哦120呢，愈投愈紧呢，哇！因为女上有人啊，伊的迄个肾上腺素啊，是，愈兴奋啦，所以你想要共留起啊，家己无想要失分啦。这潘水德，我是认为这个教练的这个态度有得到效果哈，你感觉无哈？对，有得到效果。咱镜画面上镜头看到这个藤枝的速度吼，大家咧射来射去。李教练，你甲大家解说一下。莫搁走啊！莫搁走啊！无必要走啊！两出局啊啦哦，两出局啊，手臂运动啦。莫大家人拐啊花啦。对啊，你啊人根本无意思啊，因为是手臂为重啊，两出局啊。我有当电来甲囡仔讲，迄速度你大家走去，我讲你有当走过来，球到拍去空去。对，所以我头两出局啊，吐out啊。手臂为重嘛，除非讲你有暗号嘛。对啦。暗号会配合你甲来走，无你走这根本无意思啊。无意思啊，对啊。要他走的，他走迄个。你走入去啦，球都拍去你遐啊。拍你空啊，系啊。啊，教练讲为什么要走？我就要走啊。你回答互我，感觉我唔知影要安怎甲你讲，就甲你讲手臂为重啊，你搁要走。尤其土out啊啦。对啊，土out就无意义啊，走啊。有当咱咧讲土out吼，咱嘛有当叫保守爱看。对。你保守你土out，你也特别叫这个，尤其这定色的吼，你爱叫小细看度爱收较深的。对，因为你4比0啊嘛。对啊。搁互你走，伊嘛无可能走啊。是啊。走过嘛，甲1-3塁尔。对啊，来，三振出局，你甲看，哇，K 连3 K， 结果宜兰关留下1-2的战队，嘛是无摕到分数。3局上半，轮到桃园市的进攻。哇，这个宜兰县哦，真无彩，讲这个无人出局1-2，结果7、8、9分这3支推啊 ，K 连3 K， 这雷上的走者袂顶袂当啊，连进前的拢无进前，是啊，真正真可惜啦啊。所以这种的有当教练爱来思考，就是讲。其实你啊，第7番来做一个慢投，嘛是会使啊。伊你啊，一个慢投了吼，甲走者杀去到2-3垒，来咱看这球讲出去，正歪啊，接杀一出局。出局的是桃园市第4番黄明和。我头仔写讲这个1-2吼，用这个慢投杀去到2-3垒。哦，这个有伊的用意是讲，伊伫桃园市这先头投手是倒投的啦。对啊。啊，你也倒投到2-3垒哦，这两个走者拢你卡车片后壁。你看无啊？你会感觉压力来啊啦。啊，有当你压力来就无共啊啦。对，无错。而且你若点过的时阵吼，咱安尼讲点过的时阵，你要有可能自己
内野的5路嘛有可能得分啊，外野嘛有可能嘛。因为一出局了嘛。一出局嘛有可能。一出局不一定爱安打。对啊，嘛有可能强迫举分得分嘛。是。对吧？所以咱安尼讲就是讲，你咧做推野手的时阵，爱想办法咯，甲你的对上的人啊，去为头前杀。往前一类啦吼，这当然甲教练的战术有关系啦。吼，我一般我是个人啊，我家己爱介意你的作战，尤其你啊讲这个倒投的话吼，你杀你有一个招架底下吼，哦，迄对有真有威胁性咧。啊，有惊个打发来话啊，你力度吼，你离队的距离嘛较大。迄有打一个搏投，其实球。过了无介远，但是因为我力度了有够，我有当迄分我就摕到。因为你要牵涉的机会，基本是较少啦，直接少啦。对啦，无法度，莫讲啦，科班的都未必然有安尼啦。结果这球那你教练听咱看。这哦，裁判认为好球甲压起来，但是咱看是真正是歹球啦。因为肉眼咧看的时阵吼，真正无法度，可能咱来看讲。有可能是主审的徛角度啦，哈，无啥掉啦，哈，无啥掉啦。这个，但是咱安尼讲好啊啦，美国普罗嘛有可能，误判嘛有可能。是啦。来，投手砸了应该无问题，传到1垒，3出局，结束了这个八局，来小小姐马上回来。来，咱来看到这个3局下半，哇，这宜兰县好不容易，吼，这个桃园市终于有一局无摕到分数啊，吼，我认为因爱好好啊把握吼，爱来想办法想要上垒啦，是，吼，因为这个打击已经拍过一轮啦，即马是第2轮的第1分，詹成熙。陈成熙的打击，因咱拢知影，即马高中棒球拢是拍7局，甲恁过去吼，甲你教练过去拍9局的吼，迄种战法会无共。无共款啊，因为足紧就结束啊，啊你也足快足紧甲迄个战术啊，滚跑伊打啊。哦，这个不管偌强的球队，也是会发生失误。哦，有状况来啊，有状况来啊，这你的机会哦，把握机会。好啊，把。这应该是一个游击手的失误。咱去看一下画面的吼。哎呦，顿一个吼。咱咧手臂的时阵，你爱记得讲，你什么点同好接啊？上好接吼。咱咧接球的时阵是落要落涂骹迄点。啊个打起来迄点，啊个上悬点，上悬要落来迄点啊。啊，但是我认为头拄迄点吼，这个速度吼。有即马受到这个三垒手这个杀度的撞过来这个影响吼，互伊这算迄个算，咱咧讲算弹跳啦吼，较无啊好势，较无啊，佮算几条，算了较无啊好势。可能是叫动掉啦，啊变讲伊毋知影，伊可能认为讲三垒先有啦，是，就我多心，所以伊的迄个点就算无介好势。对，伊倒去。伊迄个点大球跳起来，铜牌接到迄点。对，因为我看伊安尼，感觉像无啥想要准备接安尼啊。一个吴英友，吴英友是其他宜兰县的第2任投手，来，第2任投手，身悬无悬啦吼，但是咱看起来吼，感觉这个运动神经感觉袂歹，肌卡感觉袂歹，165公分尔，罗东高商的学生。165公分，50公斤，哇！这算讲真细粒子啦，哈。足细粒的对哦。看卖2粒好球啊，结果是3失。哇！这个保守传了伤悬，一个3失，一个头垒，詹成熙头上2垒，徛伫得分位置，一出局。再来轮到第3局，第3分，
教练要出来抗议啊！伊可能个迄个推啊手三信了，卡打出去啊！所以即马吼，因为规则一直在做改变。咱即马看伊画面内底讲伊卡画出去啊，就表示拢袂使啊。但是我毋知影主审即马会判断啥。毋知要接受无哈？对。医生讲妨碍手臂啦哈。对。啊，你若妨碍手臂，就是变出局啊！伊对迄个个走转来，走转，本来二队即马回转来一队啦吼。无，伊这是三信哦。我知影，伊是三信了，佮打出你这个。对哦，但是三信伊把它摕转去啊，伊变妨碍咧。对，我意思是讲，咱来看一下吼，啊，这三信对无？伊过来打出去，吼，安尼看，伊也打出去讲，这个妨碍，照你讲走者嘛用判出局哦。那是会使。对啊，就变相杀啦。所以教练就咧阿 Q 就咧阿 Q 这个。讲第二个，讲你个是妨碍哦。妨碍了，伊就法度出局啊。但是咱头看无讲介明显啦，吼，敢有介明显？其实我讲的有明显无明显，就是看主审你第一个判断无啊。因为你要看人4-0啊，你搁甲判无害，甲无意义。是啦，对无？伊就咧拍无球啊。我会感觉是安尼。对啦，你要加拍几粒啊啦。对啊，因为两队判起来真正有一点仔落差啦。有一点差啦。有一点落差，一点实力有一点仔无共款啦吼。就伊投手的内容，甲投手甲推啊手咧拍球的感觉，真正是。两个无共款的球队啦。对啦，咱有当慢慢讲比赛，莫要起高频吼。对，莫起高频嘛。较好看一嘛。苦叶面，无错啦哈。因为这咱看到较少看到两节吼，这个保守比3垒，也要比3垒那边嘛无啦。定有当时啊，若是咧社区嘛，是有可能两个啊。啊，比3垒。无人啦，免比啊，因为袂好看啊。来看，哦，这个球，哇，这时啊有春啊，无意思啊。哇，你这里真无简单去走去离你竟然死伫遐，真正无意思啦。这咱安尼看着这，你个倒拍呢？咱已经讲过几件啊，你倒拍人看你看现对啊，因为咱那个来看迄个镜头内底，伊本早的利率就无讲离讲该有够啊。嘿啊，咱来看的时阵是伊个咧手臂完的正手柄。正手柄啊，对啊。对无？你若咧讲伊的手臂完的倒手柄，我感觉这条合理应该可能西部吧，因为伊靠加两步至3步啊。但是你若减2步到3步，有可能你牵落去，大拄仔咱看了4个2步3步。对啊。这差足济啊！但我是头先感觉这走无啥道理啦哈。好，来3度直接接到3出局，宜兰馆非常的可惜，嘛是无摕到分数。4局上半，欢迎继续收看公司台语台所转播的2023号南华杯高中棒球邀请赛。国胜国手今仔甲我配合的球评是李杰军、李芳华、李教练。咱来看吼，这个比赛目前已经进入到比赛中阶段，就是第4局。咱古早拍9局的，这中段。正中的这是第5局，即马7局的，即马是第4局，即马轮到桃园市的桃园市打击是第7番廖新豪，这粒好球，徛伫投球区顶头的，同款是宜兰县的第2任投手吴英优，本来是今仔日的先发3垒手。廖新豪顶一轮拍出一支内野安打，咱来看伊第2次的打击，是毋是有才调，佮打上垒包咧？
拍起你，哦，其实这个正外啊，这个动作也算袂歹啦，哈，哦，这拍了袂歹啦，吼，拍了袂歹。啊，正外啊，这个手臂的动作，咱就看起来拢基本有，我那算有基础啦，哈。对。咱来看咧，哇，哈，来看这掌握这个球，哈，伊也无基础诶，外啊手，吼，伊拢会袂前袂手套就先提起来。对啊。动作就捌你啊。郑主嘅第8番的打击，一个倒手哈，吴英佑伊顶一局诶表现算袂歹，哈，3上3落。咱即马看我到第4局共款稳落来无？因为即马藤是4-0哈，宜兰县无虾米个失分的空间啦哈，伊这分数个失去哈，不但这场比赛要赢得困难，嘛真有可能会去用提早结束，提前结束哈。因咱拢知这种比赛吼，拢有规定讲，比如讲3局15分，4局10分，5局7分，啊，所以你啊。伫即个4局哦，因为目前来看4局要差10分是较少啦吼。来，同款位置哦。哇，袂歹吼。两件拢是拍去同款的位置，两出局。一个宜兰的正外野手高佑翔连续接到2粒外野的 fly ball， 咱来讲即个飞球啦吼，高飞球。再来轮到第9番李友伦的打击，李友伦第一件起来讲一支安打，哦，想要来一支头点，要来做一个safety band吼，因为伊是倒拍啦吼，系啦，倒拍比正拍吼，第一来讲近走了2-3步，啊，另外就是讲正手的一拍，伊爱个细心呐。减一步啦，对啦，伊还个细心啦吼，啊，咱倒拍免倒拍啦，腿啊一下去吼，就是面向一垒啦，啊，咱啊，嘿，啊，咱啊正拍的吼，咱腿啊下去是面向3垒啦，啊，这咱棒球的比赛吼，这个方向的关系，所以倒手是较有利，啊，所以即摆倒手的打者会愈来愈侪，因为就是减一步。那速度即马愈来愈紧啊，所以即马来野咧手臂的时阵吼，爱愈确实啦，愈确实去伸球接球啊，因为速度愈来愈紧呢，啊，因为造成你的压力啊，所以你牵球的时阵爱愈准啊。因为倒拍是会练习的，会练习啊。你若讲正投要换倒投袂练习，正拍要换倒拍，吼是会练习的。因为你讲打击的吼，打击的有打是讲双手的运用吼，对，较加这投球无共啦。啊，有一种讲法咯，来这4粒排球补上，有一种讲法是讲，看你习惯用的目睭是正垒啊倒垒。你也习惯用是正垒，你适合倒拍，因为你是用正垒看投手，啊，你也习惯的目睭是倒垒咧看，你用正拍，吼，因是有咧讲法啦，吼。但是你正拍甲倒拍，正拍可能，你的大脑可能正片较出得舒服，同款意思吧？这无啦，伊是咧讲的是讲，伊咧讲目睭，因为咱咧拍的时阵吼。咱无可能讲2厘目睭做伙看，咱一定是食1厘目睭食较重啦。啊，因为咱人吼，一般咱咧看物件吼，咱无可能2厘平均，2厘平均足少的啦。一定拢是一个习惯用正厘，啊是讲习惯用倒厘。啊，注意讲你要安怎判断你家己吼，是用正厘用倒厘吼，伊是讲你家己比一个砖头比离你目睭头前。来，这球咱先看去，看卖咧，哇，掉空。着空倒外啊，早咧，咱看卖咧，这阁是一支安打吼，形成1-3垒有人，哇，这拍安打的是第1番张君实，这支安打拍到真水吼，人出局啊，所以一垒的走者球拍就了开始走，这有当卡定更较紧的，有当会撞倒来哦，啊，咱头讲到一半吼，咱讲到即个目睭咧看吼，就是讲你2垒踢开，看一个，看你家己的砖头啊，啊，即马客正垒、客倒垒，你得判断讲你是食倒一垒，
好，啊，你也食倒类较侪，就是讲你习惯用的是倒一类的目睭，嘿，啊，甲两类拍过，就是讲来，咱看，哇，啊，结果佫有状况啊，哇，这，甲头拄啊吼，因为桃园啊。即马大家一三类，咱头拄啊一直咧讲一三类，一定要有破解风险嘛。是。所以你即马刚开始啊，来共款佫出现啊。是，啊，这有当咱咧讲啊，有当我来讲，之前我咧讲带球队就同起来讲，你茫定来咧用算假的啦，你看叫用算伊啊，你看啊。啊，即届是投手家牵了无好势，牵了无好，哎呦，足可惜。但是即粒咱若咧看三垒，其实嘛是信得着球啊。是啦，哈。你爱因为咱安尼讲好啊，咱咧接球的时阵，你爱想办法去动头前，毋是咧后壁。是啊，你就算无信着，你嘛爱想办法甲动。对，你根本掉去后壁，根本就是送人离分的啊。送人离分啊，这球啊足可惜吼。你无抓着人不要紧，但是你球一定要动起来，动起来才有机会啊。啊，其实呢，哇，佫一个搏斗。哇！其实这个保守嘛无应该呢。你搏斗啊，你搁咧看走者，你搏斗你爱紧去，你爱紧去找球，你来咧看走者啦。但是伊可能认为这足近的啊，伊袂搁走本垒啊，因为你已经小可有早做头垒的，偷走去啊，走去的时阵伊留去啊，伊就看伊走去啊，所以的我看你要走去倒位，对。不要紧啊，咱这个宜兰县吼。咱好好啊，借由这件比赛吼，吸收经验，啊，家己的不足哦。比如讲，你这届比赛，你会感觉讲哇，叫咱走算的，实在是感觉吼真唔甘，或者是感觉真见效。不要紧，我倒去我慢慢啊练吼，咱会请教教练针对这种情形，咱要来加强哦啊，以后碰到这种状况，咱要来处理。哦啊，其实这是绝对会练一个啦。这手臂一定是会练一个啦。手臂吼，要练手臂比练打球加简单多咧。对。咱啊一般来讲，有当家己咱咧讲，有当打球是爱需要天分啦。对，需要天分。对，啊需要你的临场的判断。有人咧对我讲，有人讲啊免练我嘛拍安打，但是有人咧练到要死嘛是拍袂安打。是啊。你讲啊，有当时啊校队的咧练啊，嘛是共款，校队啊练5-6工。啊，去拍社区的，嘛是拍袂啊。是啊。但是咱咧社区的有可能一礼拜无来，2礼拜无来，第3工我搁排落去，伊嘛是拍安打。拍安打啦哈。所以我有感觉讲，有当时啊，你咧捌顶球的时阵呢，你真正是爱靠天分，爱靠你临场时啊，你对球的反应、球的感觉。是啦，咱讲这个空间距离、空间这个距离的感觉啦哈。对。是，这他们的配合。啊，但是手臂绝对会练一个啦。手臂一定会练。一定会练一个啦。手臂一定会练，你是要信100粒、200粒哦。咱讲熟能生巧，熟能生巧。你愈练愈济，愈练愈熟手嘛。系啦，哦啊，当然你也要去效率的，就是讲你骹步手路爱学啊好啦，爱有教练专业的教练来甲你指导吼。比如讲，啊，有当你骹步打了唔对，你按那练嘛无效，嘿，你策划方式嘛无效，你练啊对的啊，是啊。比如讲啊，克制步的方式，咱这个李教练，你投手专门科，你有当讲啊，看你囡仔克制步，你的姿势都唔对啊，你对，你哪有可能练了会好？对啊。来，第2番继续来打击。但是即马科技真发达啦，啊手机啊安那找啊，其实拢有啦。是啦，是你看你看，有个人咧讲，啊拢要看迄个10大好球，啊我问你好，你就还袂。袂前学行就要学飞啦，啊大家人怪花。啊你有意义无意义？我定定讲伊来讲，你较实来，你一粒一粒保守做好，出局数就好啊。是。来，看卖咧，一球放出去，来2垒扎起来，传一队。哎呀！这个失误啊吼！哦，这简单的球哪会失误咧？咱安尼咧看，咱讲神了做垫步，敢有做好势？是，对吧？你看咱神着了。来看卖咧，来出来，来切一个。安尼够有必要安尼看？对啊。因为我为什么讲爱做滑步练习？你神着了，你安尼脚未卡好势时阵要看，除非是讲迄粒是差不多的时间，你较法度做这条款。但是这有空间，你就用切步啦吼，咱讲切一个啦吼。
咱这个李教练咧讲滑步，就是讲咱讲切一个啦吼，你包小切两个。切一个，你嘛个咱若来看，你头拄切一个了，佫有3分，佫有差不多一段距离，牵去拄啊好啊。你看着走正咧？看会着走正啊，你也不是讲看袂着走正啊？对啊，系啊。无你较近的，你嘛会当半跑半丢。对啊对啊。哦。来，咱看摆咧。一球攻击来到接杀，哇，终于3出局啊！但是唐市这局搁摕到2分，目前6-0。4局下半，轮到宜兰县第4番正外野手高佑翔的打击。这个高佑翔，咱顶半局后印象吼，前2个出局拢讲这个 fly ball 讲去伊的手臂位置，但是呢，好不容易2出局了，刷4粒吼，咱讲先4粒歹球，搁来安打，搁来失误，哇，这有当咱。看到就是定定去出现这种状况啦。就简单2人出局啊，吼！啊，你安尼个一个手臂啊，安尼走来手臂啊失误啊，造成啊无必要的失分啊。是啊是啊，你看啊，无代无志搁失2分，对啊，失2分，你即马吼已经输6分了哦。啊，咱讲哦，吼输6分，4局10分，5局7分，你这局。也无搁摕到分数，你后局会非常歹拍。你后局等于讲下局摕到分数，你有可能会去提早结束啊。来，看摆咧，哇，这真好哦。一个正外野接到这个界外飞球一出局，你教练，这算袂歹吼。袂歹啊。这个正外野手。这外野手吼，你有看伊挂目镜？因为吼，你有的目镜吼，你挂起来时阵，你还去，因为日头你。日头啊，较炎吼，较炎，你真正看无啊。你这就是咱讲啦，这挂乌林的啦吼，咱这墨镜啦吼，墨镜咱台语讲乌林的啦，你咧挂乌林的，挂乌林毋是咧挂好看的咧，迄个互你炸日头的咧。对哦。啊，万一啦，袂记你挂乌林，那是讲你家己无乌林的装备啦吼。来，咱李教练甲咱观众朋友解说一下讲。来，外野手吼，你有手套啦。是。咱安尼讲的时阵，你嘛有正手啦。那你若认为讲你会当用正手的时阵，你就用正手。因为你通去动嘛，啊倒手先球嘛。啊，你嘛会当用倒手去动球啊，去动日头啊。动日头。动日头了，你莫去互你球莫去动着你目睭，你才会先球。是。咱一般建议这囡仔吼，就是讲。伫这个比赛当中吼，你去手臂位置，因为日头会闪嘛，下早下晡会闪嘛，你就你的手臂位置，你爱看日头伫倒位。对。啊，日头伫倒位，你摕你的手套先去炸看卖，讲球啊拍起啊，你要炸看倒位。啊，咱一般讲你啊，只要甲日头炸起来，迄粒球就看有啦。对。得安那无嘛乌，对。一点哦。因为你外野就是表示你外野你若信得好，就出局啊嘛。是。啊，搁一点就是讲，你有当时啊，你去外野的时阵，你有看到。中外的线搭后壁有一个国旗无？是，迄有看风安那吹。看风安那吹嘛。啊，你若无国旗的时阵呢，涂骹有草啊，你就慢草啊。慢草。看风向啊。看风向。啊，你徛位的时阵，你会当做改变。是。所以足简单的就是你会当去做这种的改变，你家己会去了解讲这个球场的。特性吼，今仔特性吼，今仔风位倒位吹啦。对。哇，这球一个 high baseball， 将第5番的李尚真3振出局，挥棒落空啦。这海腿啊拿电风咧，这支真大杆吼，咱看卖咧。但是拍了歹球啦吼。这支有够大杆的，这个啊，咱头仔李教练有咧讲吼，讲这个风吼，有当咱咧甲囡仔讲，你比赛咧日场你着爱。真紧的，你免慢慢啊扫。你也真紧就位置，啊，比如讲我拢会伫交代先打你手头爱放一粒球，你真紧去吼，啊，你加你的队友，你啊有法度把握一寡时间加捡2粒啊。对。你就我来判断讲哦，这个风安那吹，你能经去适应。吼，啊，为咱拢交代囡仔啊，咱拢交代囡仔讲啊，你要慢慢扫啊。其实裁判嘛，较欣赏这款的球员。我常常拢甲伊讲吼，紧的，我常常拢讲紧的，你落来时阵吼，你若走同忙，我就要换人啊。是啊，这是精神嘛，这是精神嘛。
来，这球讲出去，包括讲咱内野吼，有当我拢会甲一垒手交代咧，讲哦，你一垒手有办法伫场上咱加练几下，咱就加练几下。比如讲有当咧换投，我就讲一垒手你来主动紧叫啦球，加捡几下吼，把握一个吼。来，其实你啊，咱有法度去做到这吼，就算咱球技无好，人对手嘛。对啊，你有做准备嘛？人家讲这支球队是有经过训练的。你有做准备，包括你来到球场的时阵，你要了解讲这个球场到底是大细。是。啊，本垒后壁的距离是偌远？球洞啊，球洞啊偌远，边啊双边偌远，啊草啊外口外野的草啊有长啊短无？对，啊拢爱做分析。头壳淡啊。对。这棒球吼，这。内行的吼，这右路的所在是伫遮啦，咱讲这眉眉角角拢伫遮啦吼。来到球场，你去看对手的能力好无嘛？同款意思嘛。你去看对方接球牵了好无，拍球拍了好无？赛前的练习就咱看出来到底伊是圆的啊扁的，对无？还是好拍歹拍吼。啊，有当讲咱啊，来一球攻出去，哇，这个解决。咱有当甲囡仔讲吼，讲即马对手吼，比如讲阮若成功，对方的投手咧烧，我就叫你头前3番你详细看，真正看，你伫边仔咧海腿啊，话讲你咧对手的对方的球速，吼，的速度，啊第一番我其实讲加看几粒啊，吼，捌打较念的，好帮助你的队友，你就算无法度打上垒包，你加拍几粒啊嘛，帮助队友呢。但我咧甲伊若讲吼，你去吼，莫扑咧无了吼，比赛一开始了，你莫去拍第一粒球啊。我为什么讲你着准备还袂好势，你嘛毋知影这个投手到底有适合你无？啊，你刚才一粒拍去了，内野回来，我分倒去啊！我真正毋知影要干哪甲你讲，我已经交代好势，你嘛是共款。啊，毋通再讲，毋通我说啦。对啊，这个挥棒落空，再度吞起3张3落，哇！宜兰县赶快是摕到阿两。4局结束，桃市6-0，暂时领先着宜兰县。咱即马中场就请咱即个李杰群、李芳华、李教练来甲咱做一个中场的讲评。这场比赛两队的投手啊有相当大的差别啊。两队的投手啊，4局啊7解啊3振啊，完全无安打。啊，2解补上了，伊个连续3个3振啊，规个局势拢无去啊，嘛拢对方拢无法度上垒啊。啊，这个宜兰队咧，定拢是哦15补上，啊15补上就造成诶垒上有机会，互人上垒了后，若靠着一支安打，就当多2分。啊，2分的差别呢，就咧差咧遮。咱互老师啊继续讲落去啊。咱即摆吼，我相信吼。宜兰县因即马上重要任务就是想办法，甲比赛吼延续落去吼，尽量毋通伫5局互人苦斗吼，因为根据这比赛规则啦吼，一个5局以后你啊相差7分，就会向苦斗game，就是讲这个比赛要提早结束吼。啊，当然啦吼，宜兰要安怎控制场面？就拿像即个李教练头前讲的吼，伊爱避免即个失误，啊减少4粒歹球，伊较有法度，互即个比赛吼控制掉咧啦吼。啊，咱当然咱会知影讲即个桃园县吼，伊实力是有较坚强，但是咱即摆嘛，逐日观察就是讲，即个桃园市诶先啊投手，伊会经几局啊，无定伊也落来，就是宜兰县反攻的机会。啊，当然，即马目前进入到4局结束，搁来要等5局，比赛到底安怎呢？咱稍等一下，马上进入现场。宜兰7号下，11上，守备位置25对调 ，OK， 谢谢。
五局续末轮到桃园市的进攻。咱进前就拿这个李教练公平的内面有讲到吼，因为即马6-0啊，宜兰县这局爱想办法收活掉啦吼。假使宜兰县这局互桃园市搁摕到1分，啊伊后半局无摕到任何分数，咱比赛就要来结束啊！哦，咱即马看到这4局结束，因的双方的数字吼，这宜兰县无半支安打，桃园市7支安打摕到6分。哦，啊，上重要就是宜兰县有4件的失误啦吼。这嘛是因为今仔这场比赛吼，会拍甲足辛苦的原因之一。即嘛宜兰县的投手，同款是第2轮的投手，打击的轮到第4番，指定打击黄明和。啊，咱比赛这个哪曾有守备阵容有高安啦吼，哪曾是2-5就是保守加这个杀度，因有来高安为主。一球讲出去，佫是一支安打吼。哇，这个外野手，照你讲爱稳啊，动起来，无应该有这个动作吼。足简单的，卖成啊，足简单的。你若讲你，比如安尼讲好啊，这粒球有可能留去后壁咧。是，对不？咱外野真正你拍这粒球了，你嘛无法度快速传伊地吧？是啦，系啦。哦，对不？你快速传伊地嘛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你着保守要甲沉起来。爱甲动起来，至少爱甲动起来吼。咱安尼讲，迄这做了伤过，无做了伤过，爱做较有的啊。是，互咱15号黄明和功成身体，换大炮。来，第5番周吉廷，周吉廷。哇！结果去跌掉啦！咁咪老师讲的大局来咯，第5局啊呢？是啊，第5局啊呢，这讲落去真正有可能，今日这个比赛可能就真正哦。咱都爱提早结束的吼，咱来看。对啊。是讲袂歹，是讲我是感觉无论如何啦吼。咱就是把握吼，甲每一个 play 做啊好啦吼，就爱甲做啊好啦。就算输吼，咱嘛爱为中间吼去学到教训啦。对啊，所以你即马来看吼，对方这个6-0啊，伊个想要慢倒。是。所以咱安尼看就是讲，因为即马的棒球内底，咱头拄仔咧讲7局的改变会做大的。是。所以会当提分就尽量提分。伊即马桃园市吼，伊做这个慢倒主要是要抢第7分。对。伊若抢第7分落来，啊，我后半局无摕到分数，我等于提早结束啊啦。啊，提早结束吼，因这比赛这较短啦吼，伊这期间较短，咱能互囡仔较休困的时间会增加啦。所以咱就5局7分，老师讲5局7分嘛，啊，伊就要7分，可能就是安尼啊。是，哇，结果嫌点就免点，结果这个搏斗。这个搏斗煞2个走者煞分别推进到2、3垒。其实即马我认为这个宜兰县的教练吼，可能要发一个 time， 吼交代一下。啊我啦吼，啊我本身是教练啦，我会甲投手讲不要紧啦，这2分吼，这2分好倒来，咱掠出局数，吼。啊，咱虽然是8-0啊吼，咱甲想办法吼。攻。嘿，想办法看我都攻1、2分无。哇，来啊啦，真正有可能大局来啊呢。哇，结果我买了201个，一支安打1分打点，目前桃园市再添1分，7-0。同款是无人出局。但是可惜3垒有可能做第3摆无。这一定的啦，比如讲应该是，应该是啦哈。咱安尼讲好啊啦，三垒的迄个指导员嘛是共款，佫共一个人。是。作战嘛是可能共款嘛是。是。啊，这咱高中社团咱也看了久吼，其实莫讲高中社团啦，咱也各小各中的社团那是社区啦吼，这一般拢是会走啦吼。所以咱我毋知讲，之前咱一定讲几6件啦，因为我则无法度接受讲互对方走假。所以我拢会去加强练习，吼。尤其我伫国小啊、国中阶段吼，当着科班呢，伊特别爱走，吼。啊，我就想办法就是讲，我有法度去防止吼。嘿，
哦，对啊，这一定走的啊。今日做3摆啊，3摆3类这个啊，拢无死半届啊。是啊，对吧？所以表示讲，恁这个手臂咧，一定就出现足大的问题啊。是。啊，我认为讲这个用透过练习，透过经验啦吼。啊，当然吼，咱要来练习跩较高级的动作进前吼，你的基本动作要做好，基本功要做好。哦，你譬如讲接球、伸球、传球，你拢有一定的能力。哦，譬如讲你教练进前，我会记进前伊来甲阮指导的吼，伊有徛一个速度来砸球。速度砸球，吼，快速甲将球送到本垒，吼，迄骹步手路有够紧，佮有够准的，这毋是3工2工的呢，迄有哪你哪走哪行吼，哦，迄无简单，尤其速度来砸比即个离垒来砸较歹传啦，因为顺手甲无顺手啦，因为你还佮当心啦，对。啊，个骹步会转势啦。是，所以我讲这个骹步手路吼，迄并无遐简单。哦，这咱头拄已经有看过几件啊，因为这个球洞的区域较近吼。所以一般有当3垒较袂走啦。第一个较近啊，第二个分数嘛有够分数啊啦。甲无人出球的时阵，你就无必要搁走这个无向走这个啦。哦，但是这个投手有得来保卫啦哈。投手咱这。因为即摆年头无较侪啦，无这较早咱来讲这金毛的啦，外号就金毛的啦。对。迄那算讲古早吼，咱这年代拍球挂目镜较少哦，只要有一个挂目镜，伊的外号绝对人讲叫目镜啦。目镜。啊，这4排球保送吼，满垒也是无人出球。轮到第8番曾主业的打击。有当吼，咱家己带过这种球队吼，迄一个出局数拢抓袂着，迄长落的一局，迄实在有够艰苦的呢。哦，迄有当想尽办法吼，动脑筋啊！咱来看这个唐市哪准备换台打，咱看卖咧，换台打的，即马是看号码，本来是哦，这个。8号曾主嘅，咱即摆来看，哇，上几号？啊，宜兰县手臂嘛有变化哦。是毋是投手要做变化咧？因调动，我看安那调动。这台湾的投手落啊，换投手。下18上。互别人看看卖啊啦吼。宜兰守备位置1491。S91，谢谢。S91，投手去二垒去右外啊，右外啊来做投手。对。咱来看卖咧，这个右外啊17号，右外啊17号哦，高友翔，这个咱讲今仔看到伊今仔日有2粒，连续2粒吼拍去伊的位置。这个高友翔第3轮的投手。啊，所以这个完成的投手走去二垒，完成的二垒走去右外啊，礼拜吼，这咱社团组的较接看吼，因为咱社团组的定定讲一个人吼，有法度担任足侪位置的，尤其你啊，这自国小就开始咧拍球吼，迄有的逐位拢用起来，对，逐位拢用手。啊，当然对教练来讲，这是同好的。是，因为你下骹的人手无能力无好的时阵呢，我就是为对上的人呢做改变。做变化。来18号吼，这个台打是曾家伟是复旦高中的学生，高三学生，正投正拍175公分，起来哇，这食肉趁着1分，伊其心内一定是小可擦，因为我起来是想要拍的，我毋是要用拍的。伊个心内一定就袂爽的。对啊，我好不容易教练派我起来，搁满垒无人出球。是啊，哇！结果1分
这个跌掉，佮钱倒来1分，目前8-0。大局啊咯，大局啊啦。目前也是无人出局哦。李友伦第9分会打击。这倒手，保手，这三垒有人照你讲，这个二垒游击手爱来保卫哦。因咱之前的比赛捌看到保手挥传到投手，结果投手接无到三垒，走转来本垒，走倒来本垒，哇，这通常是啊，咱搁一粒，哇！这个是安那？这保守啊，毋是换你起来，你是安那？这伊本来这个保守2-5，就是今仔日的三垒啊，2-5对点。对，啊，这个无，这个应该是第一任的，这个有可能是第一任的投手，第一任的投手，我买咧，啊无 DH 这个。潘瑞铁啊，潘瑞铁，伊要来去补啦。啊，原先的保守去开收杀到啦吼。咱吼，这个现象啊出现了，就是表示讲吼，为什么投手咧外野，伊都完全拢无准备啊？啊，教练，你除非讲我有当时啊，甲伊若讲，你要准备哦，互你同期要互你心内有准备，讲我今日要牵嘛。对。啊，你即摆临时要叫伊起来牵，伊真正无法度入去状况内底。啊，有可能前几了，伊拢咧试看。讲咧烧咧，对啊。讲咧烧咧啦。哇，见面就高嘛，你看个送入来，个钱入来1分啦，哇，这就这局的第3分啊。这局的第3分目前就是9-0啊。这有当我会甲后边咱讲这个比赛计划，咱讲 game plan 就是讲，我有当会按算今仔要派倒几名投手，啊有当咱咧攻击的时阵，我会先叫这个选手讲，你紧去烧者，你真有可能我等下会叫，对，随时嘛，随时会叫你吼。但是你搁安尼讲好啊，我即嘛有当时咧带社区的时阵，因若拢讲李居旁边热身哦，阿姨就去边啊热身啊！我若无话，伊停，伊就牵到无力去。我定定讲，你热身拄啊好就好啊，你准备去咧牵，毋是你咧下骹牵甲烧滚，你去咧牵牵袂好势。这就是你甲讲啊，你甲讲有经验啦。对啊，这其实经验啦吼。咱咧边啊准备是要热身，要上场牵较重要。是。啊，有当伊也无时间的话，我会讲你家己要有心头一准备，比如讲你去手外啊，你家己手爱当啊洗一个、扭一个、害一个吼，做一寡这动作的。伊较袂讲安尼一刻哩尔，因为咱拢知这种比赛吼，有当主审互你欠无几粒啦，超5粒啦，5粒啦，搞不好搞5粒呢。对啊。啊，你搁拄着主审较紧的吼，搞不好3粒，有讲3粒，嘿。啊3粒，你哪有可能啦？除你走入来牵3粒，你哪有可能烧？是啊。所以头拄仔较会造成安尼嘛。伊心理还未准备好势，身躯还未烧，没办法牵得准。有当像这种状况啦吼，讲一个参考的。我会投保做伙换，啊，伫这个穿服服的时阵，一个穿服服的时阵，伊用加吼加牵几粒吧，加烧几粒吧。哦，这爱看特性啦。啊，像有的囡仔，伊就真坦白来讲，教练，我吼烧足慢的，你尽量吼，也要派我派做啊先换投手，莫中度甲我换，中度换定来拢袂赴烧，吼，啊无你就讲，你莫互我先上场，吼，你互我先南边准备。有囡仔足坦白讲，哇，来看卖来有袂？吼，共款吼，无去走，对啊，这有的囡仔讲坦白讲，教练，我啊你也讲。要派我中度起来，有当我做野手起来，我拢牵袂准。吼，爱讲啊无你就讲，今仔这场你也要派我做后援的，你随时爱去边啊准备。对，嘿，你就莫甲先派入去先发子，你叫我当边啊吼，啊我就知讲我当时要先去烧，我感觉嘛袂歹啦。吼啊，但是我有当下囡仔讲，啊，但是我爱靠你的捌担呢。对啊。嘿啊，哦。我头拄就是要甲你接的讲，啊，如果若是安尼吧。对啊，啊，就无法度啊，就是讲。这球好不容易哈，咱来看卖咧。徛咧楼梯啦，徛咧楼梯啊，来看卖咧哦。这球
这球应该是好球，无问题啦吼。无问题，无问题，你来真好，真水的球。这点若无甲扣起来，主审可能真正会去用骂啊。是。其实我感觉这个目前这个投手吼，这个高友翔，照理讲应该是算袂歹啦吼。对。看伊的体型，看伊的动作吼，啊有可能就哪像李教练讲的，会突然间中途起来吼，就成绩算袂歹啊，124啊。所以咱讲的就是准备，就是讲你准备无够，伊根本就无法度起来。无发觉，这保手嘛有真大原因。这个保手吼。你看伊接球、牵球、吼回传球，我感觉应该唔是一个有经过相当训练的保守，吼。啊，这嘛有差呢。你一个好的保守、歹保守吼，伫这个本垒板后壁吼，互投手的安定感无错无共啦。所以定定有的保守，甲爱配什么款的投手，这是。定定，咱咧看职棒有啦，一个那拢配一个，一个配一个，这就是配起来安全感啦。对，伊讲吼，来这球，看卖咧，哇，这球 left 阿里娜会使，啊，这球爱。这无算安打哦，无算安打，这无算安打，这算4个啦，这嘛无算，这算野选。哦，也算啊，啊对啦，无算安打啦，伊无算安打，除非讲即个三垒，但是西武就算安打，你真正足可。无啦，三垒啊西武嘛，应算4个啦。好，你嘛是会使讲4个啦，嘿，嘛是会使讲4个啦。但是这个球拍起来是因为小到爱去成迄条球啦。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吼，因为即马有2分，但是咱这个画面有小夸故障去啦吼。小到牵一队啊，搏斗啦吼。哦，再添1分。宜兰关要个换投手啊，15领换投手，还是换一垒？你看伊发斯多的手套。换一垒，13号施伟成哈。哦，个人造成大局，目前摕到5分啊。对啊。伊三垒阁有人啦。李教练。袂个做啊。敢袂个做啊？分数够啊！你7分，你若迄阵啊6分的时阵做嘛，但是今摆已经10分，较无意思啦，无意思啦吼。来，咱看卖咧，这个大打倒的倒玉贤吼。咱若要做迄个投率，咱爱想讲，咱爱尊敬对方啦。是啦。既然已经赢嘛，但是咱莫个能莫讲糟蹋啦，无当咱来讲。哦，嘛是受歹看伊啦，尊敬对手啦，哈。对，你把互人。咱莫放水，吼，但是咱嘛莫讲哦，这个伤迄啦，伤过分啦，哈。啊，你也讲对方4个，迄就无法度嘛，吼。敢若看起来应该是敢若触身球啦，哦。哦，这个接到人哦，啊，即马搁弯垒啊，即马。换上这个第5分就决定，即马等于讲这局吼，这局整整吼，这是第11人啊。对哦。好，第11人的第11人数啦吼，伊这是为这个第4分开始拍，啊，即马拍一轮搁到第5分啊，2出局，完垒这个就决定的打击17号。11-0，来这球，哇，阁是安打心思，盖我，好买咧，哎呦呀，哇，这球动了袂歹啊，这毋是慢动作哦，各位观众，这是影像有一点仔问题，来，赶快2号2麦2出局，5局上半，唐市的进攻，唐市这局攻下一个大局。摕到5分，目前11-0领先着宜兰县。哇，即摆看13-0哦，13分啊，毋着拍一支安打，搁摕到2分。对。哇，这个因为信号的问题吼，根据阮这个李教练伊的记录吼，应该是这个慢道团一队造成3出局。啊，这个唐市这局摕到7分，目前13-0，暂时
领先着宜兰县。5局下半，哇！这个顶半局吼，甲各位观众讲一个歹势吼，因咱这个录影的单位吼，信号有一寡问题啦吼，所以到尾啊，这几个 play 吼，拢无法度真完整吼，吼各位观众看到吼。但是不要紧，吼，咱嘛是希望讲这个最后宜兰县吼，这个5局下半有法度加油一下吼。看有法度至少啦吼，至少咱来拍破2-2啦吼。这有当我甲囡仔咧鼓励啦，鼓励拢是安尼啦吼。啊，虽然咱定定咧讲，虽然差13分啊，但是咱有当定定鼓励囡仔讲，比赛无到一个出局数，拢唔通放弃。好，所以我毋当伫这5局上半吼，特别强调讲，这是暂时哦，暂时哦，这有当是真歹讲的哦。来，即马咱来看吼。啊，桃园啊，即马换投手也是因为吼，即马分数已经13-0啊啦。但是因为吼，顶一局第5局的时阵呢，迄局拍伤久啊，所以教练就甲这个投手换起来啊，准备啊，下一场佫要准备来比赛啦，一场比赛啦。为后壁做准备啊，互另外投手落去甲这场局数哈，来甲完成，来甲完成吼。诶，一个。换起来投手吼，6号黄小虎，黄小虎是中大吼，中大立中啦吼，这个应该是中大，应该是中央大学啦吼，中央大学的附设的这个咱讲附中啦，伊这应该是立中，应该是古早的中立高中啦吼，是伊的前身啦。啊，因为咱即马这几冬来吼，为着要节省一寡资源吼，有一寡学校拢会并入这个大学。好，来一球攻击，哇，3度砸了真水哦！咱看卖咧，哇，真水的手臂哦！咱头拄仔咧讲的，这好手臂甲无好手臂真正差足济哈！哦，咧伸着规骹跪落去，扣落去就够。扣来够咧哈！咱来看到这个桃园市哦，这个3度吼，颜珠玉真精彩的手臂，将这个谢廷伟。吼，刺杀伫一垒头前一出局，咱刷来轮到来第8番，第8番嘛应该是代打11号，哦11号罗玉婷，罗东高中高一个学生。咱有当头拄李教练咧讲，有当一局讲了伤久吼，有当嘛毋是好代志，有当投手会冷，投手冷去就换投手啊，投手啊，所有的全世界拢是安尼啊，是啦，因为保护着投手嘛，是，啊，因为你后壁的人热身有空间嘛，是，但是这个先发投手咧准备的时阵吼，你要休伤久啊，嘿，休伤久你冷去啊，你搁要启动吼，较无啊好势，有当会搞受伤，对。啊，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讲吼，啊分数嘛开啊，啊粒数嘛有够啊，球的球数嘛有够啊，但是我要准备后一场比赛嘛，因为我这场比赛，我认为讲我会法度摕落来啊。咱来看到吼，这个罗玉婷，结果叫主审来甲扭掉去吼，这就是2粒好球，目睭银当啊看，结果将命运交予裁判。第9分，去即马有可能换代打，咱来看卖咧，这个河马吼，咱来看这个河马6号应该是代打，区域维，罗东高中，罗东高中伊进前就有起来啦吼，伊进前起来打击啊。因为今日拍到第5局啊，整啊，我都拍2届尔。是。所以等于甲你讲，就桃园甲完全甲宜兰做防守起来。是。投手到今为止啊，无迄个互对方啊有任何安打。是，这区域为伊无换代打啦吼，伊第一件的打席吼是三振。来，这球讲了真悬，3度接杀。3出局，哇！咱这个
桃园市13-0提前结束，恭喜到桃园市。咱请咱李教练，甲咱做一个赛后简单的讲评。今日这场比赛吼，咱会当做一个比较，就是讲，今日有2局啊，第3局啊，桃园啊有第3局甲第5局啊，拢是靠着对方啊补上啊，起嚟了安打入分啊，大量的得分啊，造成今日的这个分数的这个大的差别啊。第2点就是讲哦，因为宜兰的投手呢是无啊稳定，但是嘛是爱甲咱的好球啊控制伫好球台啦，好球的所在啦。咱感谢到咱李教练赛后的讲评，我是吴国洲，多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咱后礼拜再会，谢谢，拜拜，拜拜。